香港街坊注意啦！之前呢度賣到16000到19000一平方嘅火炬樓王單位，而家開發商要錢唔要貨，大劈價8字頭就可以買到1200尺嘅豪宅單位，有山有水有別墅景觀，真係一個風水寶地啊！仲送你一個超大嘅露台，幾個人喺度 BBQ 都冇問題。呢度係你超大嘅客廳，行過嚟就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咁大嘅廚房任你砌。我面前就係3間房，2個洗手間，第一個咧係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行到過嚟呢度咧就係一個客房，第一間房景觀都係非常之唔錯。咁你再睇翻第2間房，呢間房非常之開揚，景觀都可以望到3重景觀，水景、別水景同埋我哋嘅山景。再行過嚟睇翻你嘅主人房套間，帶翻乾濕分離嘅洗手間。哇，最正嘅係呢度啦！主人房套間一起身就可以望到山景、別水景、水景。呢個 view 都唔止8000蚊一平方啦。咁我哋呢度嘅話呢，10分鐘可以去到中山高鐵站，同埋我哋嘅三日級博愛醫院，15分鐘就可以去到周邊嘅大型 shopping mall，完全都可以享受翻周邊嘅配套，生活配套一應俱全。咁而且我哋樓下自帶有星級酒店。室內恒灣泳池、健身會所、超市呢啲完全可以解決晒大家嘅生活配套，完全唔需要出街都得啦。Andy 粉絲獨享，全踢免費自送睇樓，再送你全屋家私家電大禮包，快啲約我過嚟睇樓啦！中山等你。